老师，今日會教大家跳倫巴咯，喺度開始。踏步，一二。好，夯兩步，一二，踩踩，踩踩換邊，再一次，二，換邊，踏步。好，來屁股來右，屁股往上換邊，加快，一二，停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踏步，來走兩步，一二，踩場，換邊。再一次，踏步回來，好來屁股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再一次，一二三，踏步，屁股要扭扭哦，膝蓋放鬆。再一次來屁股，再來一二，踏步，好，準備換邊走兩步，一二，抬，換邊，再來。踏步回來，可以哦。好，屁股扭扭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再來，一二，屁股給我，右走右走，踏步。好，來兩步，一二，踩踩，換邊。踩踩，再一次。踏步。可以哦。來準備哦。屁股。一二三四。踏步。雙手往上。放鬆擺上，雙手叉腰，好，第二個部分的話，還會一點點動作，加在裡面，屁股給我一二三換邊，五六七八，踏步回來。試試看，再一次哦，一二三四，踏步回來，再來，一二三四，前後，踏步，好，下一個動作，往上，雙手往上哦，再一次，換邊，踏步。再一次哦，一二，屁股給我，踏步，雙手往上，兩個，踏步，哎呦，這是一次預備哦，屁股給我前後，換邊，踏步。兩個往上來過，
嘿嘿，再一次哦，前后交放手，双手画圈圈来过，踏并回来，好，往上两个 push， 嘿嘿，一起大声嘿嘿，嘿嘿，从头来加上手，踏并，双手往上。好，回来中间呼吸，屁股给我，再来，上半身加腰上上 push， 屁股给我，快快快快，从头拖两个，再来push， 向上两个，两个，再一次，两个 push， 前后屁股，踩两下，踩两下。如果你不用手没关系，双手叉腰，屁股前后踩两下，再一次，踩两下，再一次踩两下，回来中间，哈，双手往上，回来中间放松，踩踩屁股，屁股前后。膝盖放松，双脚打开，呼吸，屁股右，左再一次吸气，加快，回到中间，踩踩踩 ，OK 吗？我们再试一次哦。第三个部分一样踏并，把最前面的动作还记得吗？加起来，走两步。踩踩踩，换边走两步，踩踩踩哦。准备，走两步，踩三下，1、2、3，换边。1、2、3，再一次。1、2、3，换边。踩下去，1、2、3，换边。再一次。两个再一次，1、2、3，踩踩踩换边，右脚，1、2，两个，再一个，从头，踩踩踩换边，踩踩踩上面，两个退。吸气，屁股，再来呼吸，再来吸气，再来N1，去，从头，踩踩踩换边，踩踩踩来上，屁股，上往上推两个嘿嘿。再来1、2，再一次1、2，踏并来手再给我屁股，扭，再来，加快，走3步。踩3下，换边，再一次，
上，再一次 A， push 往上，推两个，一留，回来，呼吸，配合呼吸，推往右往左 ，double， 1、2。继续往上，再来 A， 加快 ，single double 1、0，再一次，好，原地踏步，好，继续往上。好，再落预备，เรา全部的舞架起來，好，強龍踏壁，1、2、3、4，1、2，single double， 換邊，回來中間再一次，右、左，兩下，架起來加快。再一次 ，1、2， 腰也要动哦。回来中间踏壁，2，屁股扭扭。来，打落预备 ，double， 用你的腰，很好，原地踏步。再一次来，1、2。回来中间，好，今日到2下，好，下面踩支架，拜拜。